高雄有一个车祸受伤的少年人去到病院做复健，家属指控这复健师情绪失控，佮用拳头摸这个病人的胸坎。本地这病院甲家属要和解，复健师要写悔过书。不过这病院认为双方的认知无同款，唔愿意和解，落尾是请家属去提告，由法院来做判断。一个20岁少年人，这个月初7照复健师指导做复健，想袂到刷落来发生纠纷，少年的胸坎一搭红红，家属指控复健师动手甲拍。孩子就可能稍微比较没有耐心，就把拉杆给放掉。那治疗师此时就突然间大吼患者说：“你在做什么？”对，然后过没多久就一群往这个受伤者的孩子的胸口一群就走下去。家属表示，事后因甲病院和解，复健师嘛写悔过书，承认情绪管控无好才拍人。不过，即摆病院完全无承认和解内容，包括甲复健师调离主管的职务，阁有20万慰问金等等的条件，互人指控的这间病院嘛出面解说。一开始的调查报告都是惊吓到而已，并没有打人。而是家属要求我们在内部调查报告，还有自白书请那个治疗师上面写说挥拳打人，这样已经完全扭曲我们原来的真相，所以我们才说不再跟他们和解，请他们走法律途径。院方认为，这件代志是双方对复健治疗认知无同，议员希望卫生局爱主动调查。因为院方单面的毁约。就是把这个和解内容去撤销，不予承认。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我们就要由卫生局来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事故调查？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件阁要收集较侪事证，若是接到民众投诉，就会调查。记者陈嘉文、赖维做高雄报道。